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练习吼。咱今仔日第59首，咱可能较无熟吼，咱做伙来练习。先开新鲜诗59首，是啥？字安然咧困。好，咱。闭灯可以帮我关掉。谢谢。上面有写闭灯。咱先来听琴的声哦。咱做伙来唱第1节。是啥一安然的苦，啊你也温暖永存，天在今世无家在。好，咱做伙唱第3节。哦，咱先来唱第70首，新鲜诗第70首。从头。唱第1节吼。菩提中庆祝灵世界，专定要几个名，也有彼般所在，有着万物尊崇，有着万物尊崇，有着万物尊崇。第2节。主掌管，世人拢着唱歌，天涯共好，山了变化，欢喜的望无数，欢喜的声无数，欢喜的声无
咱做伙来唱回情的诗405首，新鲜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望你应我要你的圣殿。照亮你行大的人子，我心坚坚，心坚坚，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兄弟平安，圣诞快乐！今仔日是救主圣诞，咱备办咱的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互因静声。
的上帝，今仔日要降临伫咱中间，咱就甲天使做伙欢喜，唱歌学乐，归荣光互上帝。这是咱要来检讨基督的日子，因为伊是世界的光，盼望主耶稣温暖的光，主爱的光充满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圣人的精神，保佑伫咱心内，也彰显伫每一天的生活中。做伙来吟圣诗，新圣诗第56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咱唱第1节、第3节、第6节到第7节，请咱起立来吟。请听天使。
咱离原徛咧，咱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正做人，伫本丢彼列岛任内，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高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靠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堂、属道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高活，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圣诞礼赞风和弦的旋律四重奏。主耶稣的降生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风和弦第2首诗歌是伊看过羊群。记载伫圣经旧约的应允。
上帝讲，因为我的羊群无牧者，所以我要敲找遐迷路的羊，搁带因倒转。我也要医治遐个受伤的，互软者的勇壮，互破病的得到医好。我家己要照顾因，互因安然倒地。当主耶稣看见最失丧的灵魂，就怜悯因，伊要亲像牧者照顾伊的羊群，组织这羊仔囝用双手抱因到伫伊的行程。主耶稣讲：“我就是好的牧者，我认捌我的羊，我的羊也认捌我的声。”咱做来启用新圣诗第69首、第69美首圣诞和平的祈祷。咱现开新圣诗69首。
69米，伊的下半段是一个 K 形吼。我来刻，请兄弟做伙来印。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差遣圣囝真做人来踮伫阮中间，将和平的愿望栽种伫世间，互阮甲你三结连。求你互阮甲你同工，消除人类中间的怨恨斗争。愿你用疼甲包容教示阮，暂阮消除偏见。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差遣圣囝降生做人，徛起伫宋乡人的中间，体会贫富的距离，甲权力的无平等所带来的分裂甲苦痛。求你帮助阮甲基督同行，修补破裂的关系。愿你用你的公义甲慈悲教示阮，暂阮做和平的使者。人类在等待你的平安降临的日子。你所创造的万物，嘛拢三甲地吐气愿望。愿你暂阮甲你所创造的万物好好，互平安喜乐充满世界，宇宙万物和谐。阿门。免。下面圣歌对学老，因要唱的是救主降生清唱剧。奉上帝所赐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就近一个在色女，是已经配定着互大别家的一人，名叫约瑟，在色女的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
天使甲伊讲。
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治地的爸，和平的人君。玛利亚讲。迄地方有各样的点伫山里，暗时上基顾因的羊群，有主的天使点伫因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各样的人大惊，
天使甲因讲。忽然有一个天兵甲天使学了上帝讲。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顾言话人三甲讲。因就紧紧去，找到玛利亚甲约瑟，
搁看见婴仔困伫槽里。
有几若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
仰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6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2节、第6节到12节，是新约圣经第2面。现着我来读第6节。犹太地伯利恒啊，伫犹太遮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暗前调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你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到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顾哩，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予伊，就是黄金、乳香、佛药。搁伫迷茫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以上。现在，我心开心来尊崇，我心停在为你因功，记现我的主。一次。现在，我心专情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功，记现我的主。讲道牧师今日讲道题目是欢庆一个美好的三度。现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每一年的圣诞节，是咱拢在敲找一个感动，就讲敲找讲主耶稣降生的迄个感动，也是干那要为着过节啊，为着服侍，为着要甲一条歌唱好，吼。所以耶稣就是疼，上帝就是疼。耶稣是为着疼来降生，所以我感觉讲，我伫即个圣诞节中间，如果有发觉到迄个疼。迄个感动，我就有找到耶稣。有一句话讲耶稣就是这个讲圣诞节最棒的礼物是耶稣。咱昨日的迄个暗会主题。甚至一句话讲，咱找这个圣诞的礼物，唔是伫圣诞树的树仔骹，不是在圣诞树下。而是在十字架上，甚至十字架的耶稣的这个爱。今年这个圣歌对因唱这条歌，挑战这条歌，非常无好唱，非常有够困难。但是我感觉非常的感动。如果你拄则感觉无感动，有可能你是第一届听。我听足侪届，听上早一届叫做艳荣啦。伊听大概100届，对经歌的时候，我都甲伊。讲较白，我阁甲伊苦劝，讲这条歌无困难啦，无一定感动啦。但是，伊感觉讲这个是本土的这个作家杨望顺老师，我嘛敲电话去问陈秀文老师，伊嘛讲这条歌无简单哦，敢唱的圣歌队无济哦。但是咱最后圣歌大家讨论，勇敢甲伊唱。所以我感觉咱继续听你会伫迄个感动中，我想圣歌队员嘛，伫迄个感动中，伫顶礼拜拜六下晡2点到一直练，我想讲我来听，结果因一个练落就练到5点外，2点练到5点外，迄个完美老师一直练，等，哦，我其实伫边我就用要流目屎，我就感觉
我想即条歌，毋是讲迄个歌词，迄个偌澎湃，互人感动。是如果咱有唱出今日即个歌词的迄个讲吼，朴树带着宝物甲诚心来拜伊，所以我感觉圣歌队真正带着足大的诚心来拜伊，要献互主。圣歌队的指挥，圣歌队的即个苏琴完美老师，因拢一直足出力伫望将即个歌唱无好，昨的演戏望将即个戏演得好。所以我想，亲爱兄弟，咱伫即个圣诞中上大的感动，就是你伫找耶稣，耶稣也伫找你。你带什么礼物来献互伊？耶稣已经将伊上好的上帝囝耶稣用伊的生命来献互你。用伊的生命为听出世，为爱来降生，将伊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咱拢知影背对无？上帝疼世间，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至到沉沦，佮得到永远活。伊将上好的献出来，但是咱是毋是用咱的真心来回应？如果有，咱就会甲主相拄。这个圣诞的喜乐就孕育就敢若玛利亚怀孕，迄是一个过程，毋是天使甲伊报讲，耶稣要出世，不一个就出来，迄是一个等候的过程。亲爱兄弟，伫圣诞节你伫等候，有时等候无，甚至有时真可惜，一年的圣诞安尼过啊。我你无啥物感动，无啥物得到，安尼就无彩。但是伫迄个等候中间，耶稣应允讲：找就安那找着，拍门就甲恁开。这是耶稣的应允，求就要互恁。你要认真找，亲像这3个朴素。虽然圣经咱来看马太福音第2章，我讲到要了啊，时间真短，咱就看第2章，讲其实无讲3个朴素，是滚来的朴素。你看，千里迢迢，你看因骑骆驼呢，毋是开面路呢，骑骆驼，搬山过岭。下一页，我这哪袂叮当，你帮我按下一页。来，你看搬山过岭，缀着迄粒星，必定迄粒星，无啥物指引，讲你看 GPS， 你看 Google Map， 还是你去问路，无伊就是缀着迄粒星，就是你爱得到，你有即个坚心决意无？有时咱信仰的路途就是安尼，我第一爱得到，有时敢若亲像无一块代志，互我心烦意乱，互我无法度安静落来敲找耶稣的形影。但是当你讲我犹原第一爱得到，我犹原第一爱找到耶稣的时阵，耶稣就伫迄个所在听候你。这个3个朴素。其实我感觉因不懂人情世故啦，伊走去问迄个希律，走去耶路撒冷讲，我迄个出世要做王伫倒位，就是讲博士是敢若博土对即个毋知影，所以规个城拢真不安。伫真不安的中间，嘛有假做要去拜耶稣的，就是希律嘛。伊其实是自私，伊是惊失去权利。伊讲，恁去找着我来去拜伊，结果咧。并不是安尼，现在这个世界也真侪人利用圣诞节要趁钱，不是真正要找到耶稣。这求主帮助咱，甲伫圣诞节，咱要欢喜，咱要庆祝一个美好的三度，就是你有找到耶稣无？亲像这个朴素到最后，伊有找到无？什么人甲伊带路？这先知祭司讲有啦，讲犹太彼得行，毋是第一岁，伫这头人中，毋是第一岁，有一个君王要对伊遐出，但是最后是主亲自，这个真奇妙。耶稣降生，但是这个主指示因对别条路转去，佮找这粒星，因雄雄看到，你看这下一页，这个 PPT 袂定，有时星看无，有时佮出现，当出现的时候，你还把握迄个感动，就缀迄粒星，讲。迄粒星雄雄阁出现，忽然第9节，因听王的话就去啊。忽然当所看见迄粒星，
佫忽然佫出现啊，可能因找无嘛，所以才咧问。忽然伫头前，即个笔个形大笔支持，忽然带因，而且带到足平的，吼，甚至就伫迄个下一页，最后一个就是讲，伫迄间迄个所在就光影影，互因知影讲，迄个出世要做王、做救世主的基督，主耶稣就伫即个所在，因着入去欢喜到袂固定。吼，有可能佫拄着遮个雇养的人，看到遮个婴仔包伫布，吼，伫马槽内底安静地困，因就安那趴落，匍匐敬拜，匍匐敬拜的朴素，吼，因遮尔谦卑，趴伫土骹拜耶稣，献出因的礼物，开因的宝盒，就是将黄金、乳香、木药献互主，带着上贵重的礼物，代表伊是君王。是医治者，是咱的一生的主，所以可能因为这三项礼物，应该无人空手来，所以三项礼物，所以三个朴素，可能是安尼。总是主要说，望咱伫诚心伫听的内底，甲伊三拄。下一页，可以了哈。所以咱伫今年第2年台中好圣诞，我知影教会大家足无用，所以我就。唔敢阁把即个消息放伫咱的周报，我们教小部几个同工去，所以这段期间全足无用。但是我伫台下顶，我对台下顶这点我翕了，我感觉真感动。就是伫圣诞，逐间教会拢遮尔无用的时阵，台中几十间教会阁派1000个这来庆祝，而且有真侪人，当然是。安无明白耶稣的机会，伊伫这个福音祝福卡、天父恩典卡中间，有可能伊就拄着耶稣。伫咱的庆祝舞会中，咱是毋是有看见耶稣的形影？伫咱的这个救邪救命中，咱看到足侪无熟悉的人、无明白的人，因走来讲，我要摕话啊！伊无讲奉献予耶稣啦，伊讲要捐出来。伫这个中间，咱是毋是有去感受到迄个人的？听，迄个感动，足侪兄弟也来做义工，足侪人毋来为着遮个糖仔感动，佮为着玉金姐小园长咧煮的迄个姜母茶，昨足寒，煮是我煮2鼎啦姜母茶，大家啉落拢学落甲咸达字，就是讲遮尔冷的天气中间，一杯小小的即个姜母茶。2包乌糖加姜母，总共139块尔。但是煮2大鼎，大家啉了足感动。所以咱用什么方式来听耶稣，来听人，来献出？这是昨昏咱的这个小朋友来唱歌、报佳音。其实，这就是一种的付出的行动。其实也无偌久，就是2点钟，献出这2点钟，但是带予人真侪感动。去咱的。关怀协会茉莉阿嬷声乐，伊是咱的这班上年长的96岁，佮有吴志宇、吴妈妈94岁，咱去甲因看，哇，因偌欢喜咧，笑甲鸡个中要落落来安尼，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咱去报佳音的时阵，每一个所在，毋但是迄户边仔的人嘛出来看，厝边头尾社区真正拢看到讲哇。真久无看到一群囡仔来报佳音啊！所以真多谢助理二校长无用的中间安尼带队，甲雅恩老师安尼训练囡仔所以所到之处真的是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求主帮助咱这个世界永远是需要福音的。伫美国。足侪即个疫情，我今日阁去关心，足久无看到电视在报。即马世界疫情是2.8亿，这是有登记的，无登记阁毋知影几亿。美国就5200万，干那今仔日美国染疫就将近18万的，这真恶伫想象。咱台湾到即马渐渐稳定落来。这是来感谢伫大陆
应该讲咱的总会庆祝圣诞真特别，因看一部电影，一部一部纪录片叫做《遭迫害的人权》，受迫害的人权，伫大陆有几千间的教堂是日给互拆落来，上严重的就是浙江。拄好我一个朋友伫浙江，我嘛昨昏敲电话甲伊问，伊讲确实伫遮袂使过圣诞，你袂使讲耶稣，伫遮你袂使过圣诞节。所以咧，当咱有会当报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伫世界真侪困难的环境中间，亲像伫这个希律的迄个中间，大家毋敢庆祝嘛，毋敢庆祝啊！希律王无欢喜啊，无法度光明正大啊！莫等耶稣大汉要做王嘛，爱几十年啊！所以因是也伫期待。咱即嘛，咱是毋是伫这个期待中？咱将这个福音会当带到四周围啦。我看到今日也真侪新朋友来，咱是毋是会当照着今日的诗歌，照着今日的分享，互主耶稣会听，互咱彼此的性命来相拄。这是伫英属讲，这是伫咱的小朋友木恩的同学慧心因的厝这机车行，隔壁做兵的拢走过来听讲恁。什么代志？所以咱其实一年一届的圣诞，每年啊，望咱如果想要邀请咱的主理学小朋友来去报佳音，咱量早来甲登记，甚至咱会当招搁较侪队来报佳音。我感觉这个报佳音是每一户拢感动甲足欢喜的，相机直摕出来录，咱来看这个一两分钟来感受一下。我就分享到这，咱来。感受这个圣诞的气氛。绿色树下最满迷雾，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衣服画出，了解我们的爱发天赋，看见孩子为他们。这个过程，参与的人真欢喜，得到祝福的人嘛真欢喜。所以圣诞就是一个美好的相拄。毋知影咱对今年到年尾，你有感谢上帝？我今年拄到什么款的人？拄到好的同工，拄到好的兄弟，拄到好的医生，还是拄到好的朋友，咱会当甲伊团圆，拄到好的机会，亲像咱的风和弦，来加入。咱今日有这个弦乐，今日是今年最后一届礼拜，望圣诞的喜乐帮助咱，和耶稣的形体孕育伫你的生命中，伫你的心内，对新的一年，耶稣基督会听，继续成长伫你的内面。最后，咱有这个影片，游玩是2分钟尔，咱伫这个影片中间来想。
咱怎样互主耶稣会听，带领咱进入到新的一年。咱来看这最后一个耶稣中大影片。你也祈祷求主将这个救恩的光赏赐予咱。无互圣诞的主角主耶稣来消失。互圣诞节真实的意义，每一个基督徒来活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出世只不过是开始，伊用伊的生命来展现上帝的疼，拄着是欠缺的人，伊就伸出伊的手来施行医治、骗行新者、教育世囝、启明真理。将上帝听智慧、拯救带到这个世间。你抱羊群，抱羊仔囝，离伊的平港，伊用五块饼两尾鱼饲饱侪人，伊就是世界的光，阮对伊就无搁行伫黑暗。坐伫黑暗死灭地的百姓，胆已经看见这个大光。万主会听，基督的光照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咱就会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你对天降临，你来到世间，你对天看落来，地面上有战争，和平就讲，我要落去到因的身边。光搁对天看落来，看见黑暗。光就讲，我要去到因的身边，就安尼，主耶稣基督，你将上帝和平、世界光带到阮的心内，静静光照阮的人生。由此，你帮助阮，搁一摆看见圣诞的意义，互阮软弱的变做坚强，愚妄的得到智慧，丧凶的成做富足，因为你受到鞭拍，阮要得到医好。你来到世间，互阮得到自由、生命、平安甲喜乐。愿主你将圣诞的听、基督的光，放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愿咱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新圣诗59首，一声婴仔安然得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地上因
请坐。奉献罗伊执事甲秀英执事来书献。主耶稣，阮要找啥物礼物来献互你？求主你牵起阮的心，互阮思考，阮送啥物礼物互你，也是互阮四围的人。主耶稣，求你的国降临，你互阮拢行伫你所教导阮的旨意内底，互阮所行的合伫主你所欢喜的。答阮奉献阮的金银。要做你圣工路用，求主你感纳，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咱天开周报第3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读一遍就好吼。伫极悬的为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路加福音2章14节，来请。伫极悬的为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路加福音2章14节。字汇表甲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来看吼。第4面。社会广告的部分吼，咱家己详细看吼，才有后礼拜要来就任的一寡名单吼。
咱来看第4点吼，谢婉梅老师伊2017年8月开始吼，伫咱遮担任4年半的圣歌队的伴奏吼。今日等下牧师会甲颁发一个奖励吼，因为伊要休困一段时间吼。感谢伊即几冬的辛劳。咱来看第5面。咱等下有迄个圣诞歌吼，请咱一个人提1分。第2点感谢方和璇今日来参加礼拜的侍奉吼，愿主祝福。第3点咱希望讲咱未来是会当成立咱的儿童管弦合唱团管弦乐团啦吼。所以今仔日11点了后，礼拜4，咱伫1楼的副堂咱除了写大字以外吼，有4个老师要来因为预备这个提琴吼，会当互囡仔来免费来试友吼。第4点咱等下有书法的写春联吼。咱若有兴趣的，会当落甲下骹吼，请老师甲咱写即个问联吼。第5点咱新安宫后一季的新安宫已经来若有登记的，咱伫办公室来领取。第6点有订圣诞歌的，咱请安基干事来领。第7点咱教会主餐用小组为单位吼今仔日我知今仔日也有人要去食饭，无要紧吼咱今仔日甲所有会该请款的，咱先请出来吼。因为咱今仔日是关年度的孝所以咱所有不管是主餐还是其他的咱的消费咱有要请款的，请咱拢伫今仔日礼拜3，咱来做一个关孝的动作。2022年第8点吼，咱约定奉献地咱已经下伫咱的柜仔内底吼，伫咧后壁的柜仔底。你若感觉讲咱无写着你，咱会当甲干事讲吼，也是咱有新的朋友咱需要新的奉献地咱请干事来登记吼。第9点，咱的月历已经送到位每户一份咱会当安基干事来领。第10点咱的年度的校谱各团体、各单位的校谱请咱会当开始整理吼，请做咱的会长吼开始来签名来看恁的校谱。正月初9咱会当将校谱交到办公厅，互做郭芳玉执事甲许春英执事吼，咱来检校吼。11点这是会咱讲财务部的代志吼，咱有一个迄个会计的检查。12点，咱有迄个圣港后季的圣港分担表咱也有迄个担当侍奉的请兄弟吼来致意。管家的部分礼拜日今日主要礼拜3嘛伫5楼有做一个师资培训吼。青少年团契今仔日11点礼拜3共款吼，咱有助理吼。有第3点这第4点吼，这拢有一寡主餐甲练习啦吼。好，咱这家己看吼，关爱协会的部分，迄个健康促进甲乐龄教室吼，咱即摆拢有收费吼，因为咱有食午餐吼，照政府规定，咱一个人爱收600块吼，咱名额25名吼，咱报名满为止吼。大道事项咱等下甲请牧师来带咱祈祷。教界消息请咱家己看吼。周报第10页这有一个迄个组织图吼，请咱会大家当详细看。11面有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若有错误的请找我本人来做登记，来做更正。以上报告。好，咱来介绍今日有真侪新朋友有。这个庄老师吼，咱乐林的庄文生老师，伫个无？去伫楼骹伫准备要写毛笔字吼，佮有素儿的妹妹吼。好，来，佮来是张之怡吼，是哲夫甲邱云姐女儿，我们拍手欢迎。好，佮孙女吼，丽丽吼，真欢喜。佮来是雅珍姐妹妹吼，雅丽有转来吼。全家有转来，亚丽伫倒位？然后请伊起来吼。个小丁姐小丁姐有来礼拜感谢主。好，
伫遐挥手气色愈来愈好感谢主。咱古老师规个同工嘛伫楼骹我要特别介绍风和弦，你会当看因的这个简介伫第7页风就是管，弦就是这个 violin 这个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因有这个成立的初衷。下骹有一个黑色的字是我加入伊讲望这个囡仔大朋友、小朋友会当亲近音乐，享受音乐。我认为音乐就是上帝赏赐予咱一个宝贵的礼物，感化人的心，将真侪生命深刻的迄个时刻，通过音乐，成做阮生命中的营养分，互咱的囡仔有文化、有气质、有真侪圣乐内底都有圣经的话，成做咱生命的营养分。所以望咱会当甲借着风和弦，咱互相来配合，互相来交流。来，将来伫5年、8年后成立咱家己的这个弦乐团。所以，阮是毋是用普请来感谢这4位老师？多谢因今仔日若是今仔日排练来到教会几啊届就是许芳瑜、吴丽婷文芬老师孙文芬老师伊是基督徒伊伫柳园伫真济即个教会。台中浸信会拢有参与着因的圣工的事奉，咱会当甲伊熟悉来交流。还有艾米佳廖雨晴好，咱来看台岛的事项我就无一一报告咱望咱伫祈祷中互相三提祈祷来迈向新的一年2022年。求主伊伫阮，互阮新心灵拢得到勇行。咱只是做伙徛起来三甲来祈祷。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主啊，你的听伫阮中间，主啊，圣诞、圣主诞生，耶稣基督对天降落到地，你对天顶的君王的宝座顶行落来到卑微的马槽内面，就是要互阮的生命重新得到望。看见属天的光，求主你将你医治的大关联赏赐予林淑慧老师、刘敏君姐妹、张仲斌弟兄，还有咱的薛丁姐、美莹姐，以及阮有提名无提名的，主你拢眷顾。求主你的听充满，搁再充满，互阮的心灵得到欢喜。肉体得到勇健，愿咱的同心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会众先请坐咱拄则袂记哩讲师就是来颁奖咱请谢婉梅老师来到台下前，咱要感谢伊这4年半的这个付出，伊的这个情谊咱真正就钦佩咱起立咱是那么圣歌队就好啦圣歌队就好咱来吟尾篇的诗，新圣诗74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请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请起立来吟。万
米存足，有着万米存足。全地欢喜，救主将快，生日拢着唱歌，产业刚好，山岭平原，欢喜的声无煞，欢喜的声无煞，欢喜欢喜的声无煞。伫极权的位，愿荣光归伫上帝；伫地面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遮济，请咱定格了后，咱再来离席。
我